大家好，我哋係日趣玉器，我指埋天然緬甸 A 玉。今日同大家睇下個花青三個禪，三個禪序，手找金錢，擺件，亦都可以當吊墜，立體嘅弓，顏色冰，有起膠感，鮮陽顏色。好，度個尺寸俾大家睇下，長度有42，闊29，厚15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去到呢度，有興趣落嚟門市睇下現貨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係日趣玉器。